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也》，我係吳依容。今日我哋邀請到嘅來賓呢，以落身體推廣客家文化，萬億多年哦。伊係客家先生，咪係花布衫演藝坊嘅團組，用客家歌嘅韓國舞蹈來傳揚、來推廣客家文化。一路係齊飛勇先生，歡迎齊先生。感謝依容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屏東聯絡嘅客家妹嘅齊飛勇。非常歡喜邀請到齊先生哦。中央屏東聯絡嘅客家妹嘅嗬，強項嗬。係啊，頭都冇能當啲我嗰度齊先生要來過我哋福喜來嘅南方篇嘅個夢呢。係，第一來，第一擺，我都按用輕訪問到我嗬。感謝，我嘛個用輕。多謝。咁齊先生其實，雖然係聯絡人，頭都我已經身家調查一下，都係當然學聯絡按寫咩齊先生，咩同我爸爸媽媽有熟識。不過你嘅故事好像很精彩哦，你講一下你嘅成長嘅背景好冇？係我從細去聯絡台嘅出世台嘅，因為我都卡唱詩嘅模嘅，我拜天嘅，嗰時候我都卡冇來嘅，我從細我爸爸都同我轉來嘅學，係轉來嘅學路，乜個事情都愛我去聽書，愛去同我爸爸聽書，因為我爸爸身體唔係清好，我姐姐有安尼嗰種很樂觀、很天生樂觀嘅呀。嗰時候伊攏冇答事嘅，嗰時候乜個事情都做我愛鏡頭紅。其實講起來，我媽係一個從細都很樂於承擔一個責任嘅人。佢以前陸卡係做乜嘅？頭擺我爸爸係開嘅雜貨店嘅。頭擺嘅雜貨店都嗰種唔係開架式嘅嗰種咧，係人都頭家囤東西拿出來，唔能買乜嘅東西，頭家囤東西拿出來搬嚟。係安尼嘅，唔係當我入去都已經係開放式嘅。開放式係。人家下唔係？唔係，嗰下按到雜貨店嘅東西千插千多，如仲可以擺得多實，然後愛嘛錢唔多，我頭家用拿本嚟。你係咪係唔單槍做雜貨店？係啊，嗰下我爸爸係要學煮嘅，而學煮嘅捱到下煮欄去收煮室。嗰下頭擺冇按呢片，頭擺我哋喺下北下啲煮欄咧，按用卡巴收煮室。嗰下我年細隻嘅，如果煮嘅比我個太雜，下去就千樣半嘅煮嘅。係啊，其實嗰個危險嘅。係啊，家下唔會面對嘅。係嗰定嘅。然後家下唔會講。會講，有時間我講煮嘅，我就安尼。係啊，係我用嘴嚟煮嘛。唔過我行係做貴做路愛做安。係啊，貴做路愛做。唔家下有講過即個佢苦嚇，講唔會呢？唔會上。唔會呢，我其實唔知係看到我爸爸嘅身體唔係清好，當我媽媽過辛苦去做嘅點樣行嘅事情，我爸爸又話學煮嘅，嗰時候嗰下我哋碌下司機嘛，我睇姐姐冇答事，我都企出來進來學，大下兩個老妹都負責讀書。大下兩個老妹都負責讀書，嗰種我老妹要讀到碩士去留美。係，咁唔知間咯，唔讀到。我讀書嘅時間，都我國中畢業嘅時間，我爸爸都又再開一間店嘅，嗰下都係評價中心開架式嘅嗰種嘅店嘅係。可以也意思講我往外裝店，嗰時候嗰下我高中嘅時間，我都讀牙膏，係20頭裝店，按不頭落愛去讀書，去讀牙膏係。哇！100年以前，我連續3年都因為去高雄縣政府被
嘅去带嘅因个嘅乡土欣赏嘅嘅教学，去做公司。古时候我一下我都有去屏东，一下喺教育大学去读硕士。係古时候我而家嘛係硕士嚟嘅。哦，啊，以前本來係讀到國中啊，後來聽重點，高中都讀夜教。夜教啊，後來還有去做乜嘅投入啊？哦，結下重點，我爸爸都一直講嘢，除非你有考到公務員啊，一冇唔似家冇同我出去上班。哦。一路親反對講我去工廠嚟做務工。啊，嗰時候結下我都考到嘅國道嘅高速公路嘅收費員。哦。結下還係交通部直屬交通部啊嘛。啊，考到公職咧。我爸爸都表我去上班，一下喺台南嘅信陽，係。哦，咁做幾久？蘇菲亞？蘇菲亞做誒差唔多3年吧。3年都後來有半年都調去岡山站去，喺岡山站待咗半年，啊後來都人介紹我先生，認識我先生，都結婚咧都辭職咧。哦，啊後來咱有機會有去到屏東縣政府。哦，去到屏東縣政府係我喺91年考到嘅行業先生，有教育部唯一判嘅一家嘅行業先生嘅證書，啊喺學校教嘅學法教咗6年過後，咱本當時嘅推理院長吳英文吳院長幫入去縣政府做19年哦，係19年。咁一開始侬會想去參加嘅課餘資源教師嘅喏？好，佢下對我細年嘅還喺國小嘅時節講起，因為還喺國小嘅時節喺聯絡國小。啊，我又喺地輩嘅家長醫院，啊，又喺學校嘅做志工，啊，我做志工嘅部分，係用嘅客家童謠、編舞、帶動唱去教細年嘅，嘅係我嘅下做志工嘅內容。家下侬會點樣嚟做？因為家下按嚟做嘅人應該係冇按到吼。冇。係啊，侬會面到用安尼嘅方式？因為頭擺細年嘅，我細年嘅我邊咧彈叫做百公百婆啦，吊邊埋叫做客家童謠。啊，邊咧彈一度，啊我本身有親好童。哦。啊，我都將把嘅客家童謠都去編舞，編咧都去學校嘅都帶嘅全教嘅小朋友，嘅都做志工嘅下嘅，係。一開始係安尼嘅。咁一個想法其實佢做呢，家下冇乜人睇做呢個開始。係冇，連嘅教育部都冇講，唔啲啊講個教育部會呈現嘅特別嘅行業教師。侬我有個想法，因為我還細嘅時節，其實我完全冇聽過一道客家嘅童謠一道咧，完全冇。係，你睇書路係。那個中國民間故事，冇攞科學套書，其實完全世界偉人，完全冇客家相關嘅東西，唔同會面到愛本身人哋啲嘅東西咯。接下來我是多少少我會參加一道客家嘅社團，客家法通，嗰時候要接觸一道客家人，第一講要一道客家童謠。我比較個強嘅都係用歌嘅，用舞嚟帶入也歌嘅，嗰時候我哋係編舞。哦，咁後來啲講，教育部會派入嘅行業資源教師，都理所當然。係都去考嘅，都去考嘅。因為本來都喺學校嘅做嘢嘅部分咧。咁人家喺一開始做你們唔多嘛？嗰時候參加簽售。因為一下藝團嘅非常嘅家都鍾清蘭先生，我哋兩個人喺學校帶，啊，我一下我編舞編咧，我哋兩個人都喺學校帶，啊，因為鍾清蘭先生而係嘅非常嘅家嘅，
啊，嗰時候結下我哋兩個人去考嘅行業先生嘅時候，我哋兩個人都考過嘅。結下空氣嘅行業先生，伊都講，哦，而家學校嘅行業先生請客就可以拜託過來學校嘅聽書嘛。哦，嗰時候要按嚟，要做乜按嚟過來客家嘅學校嘅。係因為按呢，係。好啊。其實池先生做嘢嘅客家文化相關咧，非常多嗰啲精彩嘅故事，我哋聊一下，我繼續來參考伊。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客家先生，咪係花布衫演藝坊嘅團長池飛玉先生，多多聽池先生嘅萬世嘅成長背景都嗰個故事呢，還有來一路邊啦，我覺得你那個契機也很有趣哈，就係唔相應整個公文去唱你嘅舞，啊。朋友同講，人家個劇嘅客家先生，唔估啦，人家先生喺拜一到拜五露體教呢，哇，拜一到拜五嘅課，唔可以一劇先生，其實一直都缺，其實沒有足夠過，因為人家教育部要增加國中、高中，嗰時候國中、高中要開課嘅，嗰時候嘅先生嘅缺很大。而且你是拜一到拜五唔係一間學校呢？唔係，嗰度間有時間係一日走兩個學校。哇！嗰時候也個冇嘢錢，那有可能做，因為也唔係賺錢的條路呢。真是唔係賺錢的條路呢。我做公益呢。我各位講，我拿喺根本就我拿喺賺錢的話，我都半半了嘅，縣政府去咯好啊。嘅雖然壓力太唔高，而家薪水固定。很多錢。係啊，你一開始教係咪教材完全靠自己？哦，嗰下都完全冇教材。嗰下我哋都聽到嘅邱坤玉校長，都教長都帶我哋成立一個編輯小組，出一套6本嘅6堆客語情濃教材，6本書。全部都係我哋客家先生自家編嘅童謠啦、童謠啦，也係嘅文章。冇教材，我哋自家來編。自家編。唔過嗰可惜幾套教材後來冇看到。嗰種係。哇！佢全部係我哋客家先生嘅討教嘅文章。哇！結果後來都因為太多年前咧，可能冇好好留下來。所以就有20年了。係啊，咁也客教同人家客教，差別一定太大。後來縣政府退下來，再入去個學教嘅，哇，強上加千多，因為人家教材康宣版同正品版咧，而全部有天字數。天字數底背又有高年超過嘅，甚至有編誤編好嘅。我哋想補充一道，係底背內容唔拉白嘅，我哋想補充一道資料俾人好。其他唱嘅啦、跳嘅，總歸唔是我自家處理嘅。都有幾多材料可以用嘅。人家真是輕仿片，人家教書，人家教客家先生嘅嗬。輕輕放，係啊，唔輕教，主要嗰度教材。但是還係要自家獎金，因為我哋客家先生一定要跟參加研習，跟增長自己的技能，沒有本事去淘汰係。咁唔可以通研究所咩係點樣呢？係，我當初我去通研究所，就因為我真是感覺我嘅能力學歷真是不足。面對連續3年高雄市政府嘅客語資源教師嘅講師，如對講啊，原來係客語資源教師種子
种子教师，啊，我去都做讲师，啊，但是带下的个先生吼，过去都是学校的正职人员。哦，你看，因为福利中可有的咩硕士呢，啊，大学毕业，啊，我后来去读个美和科技嘛，哦，我一直安尼福利吼，我感觉这个福利真是差真多。我说我给下路，给下路去县政府上班呢，哦，我二四头路上班，啊，按部头也是下主头请假。也係拜6禮拜，我都去讀嘅研究所，係都見上班、見讀書，讀出來。我沒經歷過一種在職去讀書，很痛苦。係，真辛苦吼。鬼辛苦呢。尤其要寫論文啊。嘿，我喺論頭講摩羯座哈，我喺我愛做我喺。唔係喺摩羯座。我老公係。係，嗰種我自己工作狂係嘛嘅性格。好，我喺我。家庭會做嘅時就係安，都全心全意。萬年都幫唔轉啊，萬年都幫唔轉，係樣。哦，嗰種你都係按決心愛做一件事。係。嗰種家庭愛搞嘅過後，你都冇想過我要退出，啊，你應搞冇味下，唔搞冇味過。我樂在其中呢。一直都係安。係，因為新年你覺得你下啊？啊，迄講新年呢，從細冇提帶上來吼，太要幫困難。還有一點，因為頭擺去學校嘅時間，我都有感覺到，去學校嘅做先生吼，你自家講出來的話，自家愛對自家講出來的話負責任。我記下去學校嘅時間，那一開始。去學校教學法前幾年，我有一擺經過一個教室咧，啊，談到一個先生，唔係行業先生啦，一個先生去教青年咧，啊，我都談到一句講，你們這一群爛蘋果，全部都是爛蘋果。哦，我談到非常非常震撼，因為我新都人們，安尼。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啊！你用按負面的話，對新人來講，影響生態。嗰時候我記下我都，因為我哋記下行業教師團，我哋有成立一個嘅課餘教師成長營嘛。成長營係搶鍾平南老師呢，李勝發校長呢，但是我記下我有同我。其他先生講過呀事情，我意思講，我哋既然喺企嘅講台上，唔對人講出來的話來負責任，好，按你負面的話唔好喺新人嘅面前講，也對我來講，也係我喺教學嘅時間，一個記憶很深刻嘅一件事情。嗰時候嘛，激勵我後來我喺學校嘅。我上課我唔好對新人嚟講負面嘅話，我媽唔好對新人嚟發脾氣，也係我心態嘅樣子。嗰時新人咧有時間看到先生個好欺負我，我欺負先生。喂哦，因為有人欺負，比較淘氣活潑的啦。哦，唔過你係喜歡新人咧？係喜歡新人。你係很愛跟他們一起啊？如我想要同好嘅東西帶俾你呢，安尼。咁教嘅時間如係教乜嘅？哦，頭擺教係教用我自家，我上課嘅內容係去變作歌嘅，教新人嚟用唱的咧，唱身體眼神歌、身體歌。我會用嘅倫敦鐵橋垮下來去帶入去，嗰下又含有幾多唱幾多我哋課本地步嘅課文，我馬蹄變簡單嘅歌嘅，甚至帶入嚟
统统啊跳跳啊，哦嘿，如果按变做引发合法，引发新人的学习兴趣啦。咁有位人會講，新人咧睇學校衝衝跳跳，幾歡喜，唔過講冇辦法講，嘿，我嗰時候也又嗬，攞一期嘅創嘅部分，創嘅部分，我認為更加數啊嗬，唔會查清好，而差唔多低年級嘅低年級嘅嗬，而家每一科，而如果同嘅課文變做過嘅，啊，帶新人咧創，新人咧一下都配上來，課文一下都配上來，也都更加嘅課本嘅好處。其實係可以學嘅起來嘅，你唱歌時可能平常時未講得出來嘅。係有樣。哦，啊，我頭多一開始你有講到，池先生伊咩係華寶山演藝坊嘅團長，我哋係唔前講到一個華寶山睇做乜嘅哦，我哋聊一下個技術請池先生來同我哋分享。歡迎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華寶山演藝坊嘅團長池飛勇先生。可能會想講，華寶山演藝坊唔曾講到，因為池先生咩教合法教嘅幾久啊？後來我會有一個華寶山演藝坊，我會想去成立邊咯。哦，一下佢嘅最先下時節，如我哋去客家公益會一個會禮拜。來算欣賞，如安哥嘅下嘅理事長係劉世才校長，還有一啲客家大佬馮清春老師，係喺因為他個人嘅推動下，如我哋成立一啲喺客家公益會成立一啲行義教師，安哥一啲退休嘅校長嘅一啲合唱團。都唱客歌嘅，係最先下都合唱團嘅形式出來，到尾下都佢幾下年過後，嗰種2-3年吧，佢嘅下英文推理演狀嘅推動下，我哋都喺屏東縣政府喺成立嘅表演團體，正式正名為花布山演藝坊，改名為花布山演藝坊。嘅下嘅我按到花布山係因為嘅下嘅主委係葉菊蘭葉主委，而嘅下佢推。佢強力嘅推嘅乜個講花布山嘅創意花布山走秀，我看到花布山也名唔會炒，因為我哋屏東有一啲千有名嘅表演團體，叫做浪山我有係，嗰時候嘅下拄好嘅葉主委佢推啊講花布山嘅創意走秀，我都屯一嘅團體。正名為花布山演藝坊，都係嘅縣政府嘅文化處嘅立案。嗰個嘅組成嘅成員都係能本單工業行業先生，嗰度行業先生，校長退休校長係。哦，一開始睇下就係唱歌嘅唱樂嘅，係後來想我哋去表演同人分享。嗰下我記得。一開始嘅合唱團嚇，都有一擺都去到嘅縣政府，佢係客家事務處嘅成立第一年，屏東縣成立客家事務局，都邀請我哋去表演，嗰時候有一個契機，佢下嘅吳義文縣長都講客家嘅。佢客家團體牽手，
语文嘅5000年种，伊都鼓励俺来讲，去嘅文化处立案，都成立一个嘅团体，系古时那位去嘅文化处立案，系啊，一开始你都喺团中诶，系一开始俺都团长，因为唱歌会跳舞，你做过久诶，好冇？兴趣啦，吼，古时你喺万岁就过好唱歌会跳舞哈，系。万岁都过好唱歌跳舞。虽然爸爸屯准来会晓，不过你家下就过好唱歌会跳舞。其实讲起来也要感谢我先生，因为我家下完全去考行业先生的时间，我有睇一个某一个立位嘅伊嘅妈妈教室，如田顿家下一个同山先生。去教把咧沙琪教室咧妈妈教室，教因嚟唱客歌嘅。家下因为合唱团去唱歌嘅时间，我都要上去指挥。我肢体语言，我先生每摆看到讲哇，唔去台行指挥嘅舌头真好。哦，系啊！你明看见到嘅录样嘅，系录样嘅看，嗰时喺我先生，伊发觉我青岛我唔啲嘅优点，我都朝嘅咧方向进行，我先生都企喺不送，系伊喺上班嘅啦。原來伊係幕後推手，伊係很肯定我这些事情啦。等到係因鼓勵，哦，你都發現看了也真嘅唔會難咯，都開始因做因多嘅安。係因為我數官員肢體語言很柔軟啦，所以學生嘅時代冇發現，冇發現，真係冇發現。不過以前學生嘅時間係咪就係很大方敢表現嘅人，還係唔係？沒有哦，沒有。我學生嘅時間，因為坦白講，我從細到大，安尼肥胖，都胖，唔係親好同啦。哦，係。嗰時團建家完全冇同樣嘅。你唔點乜嘅時間開始改變咧？嗬？可能做志工家下，就開始係剛起出去帶嘅小朋友，啲家下開始培養嘅。係。嗰時唔嘅團員都可以對人家學習咧，嗬，係人家會帶女兒咧。係，因為唔企嘅只個，你聽到別人個話，別人個拼，別人個努力，嗰時候嗰段時間係我自家先加強我自家。我自家做得起出去嘅，我能咁起出去教人嘅。咁唔用嚟加強自家，就既然唔係講讀書都可以嘅。就比如講我哋頭擺最先下去表演嘅時間，我哋係唱線上編舞嘛。線上編舞，比如講我哋一禮拜學一拜，它是線上教開嚟，我一天要自家團結咧線上教嗰個舞。自家先練會跳，先會跳嘅，咱可以帶伊嘅。係，先本自家可以做小老師，變做老師。錯。自家先，反正線上教會嘅，我都做筆記，如上網嘅練到下一禮拜線上來嘅時間，我前面嘅已經冇嘅。一天都曉得帶讀嘅嘢。哦，如果應要求自家咧？係錯。咁我哋帶團會壓力過大冇？是還好啦，唔會講。咪叫用樂在其中啊？樂在其中啦。咁你一定去表演過非常多擺咧？頭擺我哋最有印象嘅係921大地震嘅下。921大地震嘅下，我認為我哋南埔人做唔得劇集，也係一個親有意義嘅活動。嗰時嘅下嘅很多乜嘢嘅特別咧火焰蟲嘅團長鄧偉順，伊都邀請我哋去嘅
921嘅赈灾晚会，如代表屏东嘅表演团体，迄个表演啊，印象最深的係有發生一件細細嘅小事情，如嗰下嘅最美亞洲嘅主角，嗰種係阿爺有講嘛，啊，因為嘅唔係講比樣佢啲咧啊，怎樣啊，因我哋表演係咧都伊係無法度講到，啊，嗰時候嘅主辦，我哋下來嘅主辦單位拜託我哋。在上去表演三數，我哋要臨時要在扭三數歌嘅上去，嗰時候結拜都救援成功，都好我哋跳下嚟，哎呀鼓落來。哇，家真嘅我有很多存量哦，因為喺冇練，那有可能表演。有樣，因為每拜上台一天咧有10組嘅把握，我哋咁本人嚟上台。啊，好在結拜嘅，我哋也有幾多東西可以帶本台灣。哦，哇！佢表演同平常練就佢冇強樣哦，冇強樣。應該台上3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我哋結下千3萬練習。啊，嗰時候因為我嘅舞蹈教室都喺我度考嘅2樓嘛。我哋看2樓有一個舞蹈教室，嗰時候青房片，我哋嘅下都最頭下創業嘅表演咧嘅東西，我哋都唱線上編舞編嘅都搞太緊。我剛唔做團長咩？24，哇，佢叫人咧，22年。哇，啊，係因保持年輕，你係咪前2年還有做一啲 MV 係咪？係。哦。其實我哋一團嗬，喺藝讀研究所嘅時間都停下來，完全停擺。啊，到我研究所畢業嘅一條團員，見成功啊！我哋再一跳下來跳舞，又再開始跳舞。哦，係哦，係。咁睇下路強安有心咧，係。去年咧。因為我哋搶一啲嘅學費費嘅沙洲嘅專案，我嘅評審嘅審核嘅時間，我嘅報告時間，我要講到我想要做一啲客家話嘅健康操嘅歌嘅，嘅評審先生聽得到。很雀躍，伊講哦，我咪不閒嘅嗬，上愛前面啲嗰位來同啊，係做健康操，都冇學過嘅。而嘅評審先生都講，他很期待我哋同樣數歌嘅做出來。嗰時候我哋去年咧都有唱先生編一首快樂健康操客話歌嘅，都喺去年咧都喺沙溪啦，還有關懷據點啦、長照中心啦，還有學校嘅幼稚園，我哋一共拍咧40人場嘅表演。哇！你按你引起推廣啊？係。啊，我印象最深咧係有一擺，我嗰校去眼鏡去吹了，嗰下係唔係喺去眼鏡環島嘅嗰下咩？如去到一個地方，我記唔得喺哪邊。去到一個地方，北上去當過有啲2天，啊，都讀到一群人，原來係醫護人員，醫生、護士，原來去個健行，去個了，啊，我都看人哋看到一啲嘅手提音響，啊，我都問人哋講，人哋講，原來去個表歌嘅動動跳跳，我都聽人講。我哋有一首嗬，拿出來嘅 MV 嗬，然後看下先，你都看能很有興趣，我都一句教對人哋講，也乜嘅意思，聽人翻譯乜嘅意思，現場教，現場教，教嘅
现场带他个人，哦，他个人跳啊，轻跳，然后感觉真欢喜，来做一个很成功的嘅族群的嘅融合教育。哇，真紧听得出，也个你的路系完全路听得出，其实上还是非常有热情，或者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做出很多跟客家文化推广有关的事情。好，今天非常感谢齐先生分享很多珍贵的故事，多谢。感谢主持人，感谢义勇小姐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咁觀眾朋友冇轉台哦，接下來談論先生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